花莲的江湖乡灾情惨重，总统赖清德公布着上新的补助的方案，讲这个房屋的修复救助金每一户是20万。国民党的立委鲍坤基是请中央来解决着迁村的问题，协调官贵人成功，迁村是复杂的大问题。国土署将要展开着家户访问来询问民众的意愿。不过目前89户的资料，县政府敢若提供8户。这个迁村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我举个例来讲，小港的大林埔二港口的迁村谈了20年。 还没有完全的达成。中央协调官讲到山村的大问题，因为花莲江湖乡邦山湖逆流，其中大平村、大东村拢总89户，因为所在较低，厝也搁大伫咧烂土当中，状况特别严重。前一日，国民党立委鲍坤基嘛，甲山村的问题提回来刊载总统赖清德，国土署进一步说明清楚。距离的问题，其实我们还有很多本身。 需要安置的这些人呢，他本身意愿的问题，所以我们国土署明天开始会去逐户来做。县府目前就89户里面已经提供给我们8户的资料，县府确认剩下81户的资料以后，我们就会逐一来访问。该安怎做，就要随下问89户的意愿。不过目前互中央的资料敢若8户，若需要修理水电、装潢的厝，即嘛中央嘛确定增加补助的方案。有一些房子又受损，所以可能需要修复。那我们现在再加一样，就是房子的修复，救助金，大概一户是20万元，大概一整个配套。20万，他可以用这个修缮费去买这些耗材。 然后来给这些水电工来使用，不可能拿政府的钱去给私领域去买一个灯泡，去买这个电线或者是插头之类的东西。中央搁在补助厝的修复救助金，每户有20万。相关的方案明仔载就会开始提供一站式的服务平台来受理民众的申请，希望用上紧的速度协助灾民渡过难关。 Hello， 我是蒋欣梅。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